来昨开庭的时阵，郭文泰嘛指控承办的检察官林俊彦，甲伊威胁霸凌，讲林俊彦甲喊，讲伫伊的随身碟看到本案影片，若是无爱认罪，就要甲交互法院，而且来公开。北检是来驳回讲，拢有具体的惯证。门口警的时阵，辩护人嘛伫现场，这拢会使查证。郭文泰阁提出着质疑，哪会遐尔拄好？这彭金星甲邵秀培，拢是林俊彦检察官门口警的时阵才来认罪，而且认罪进程拢有2点钟到3点钟的空白，这个笔录拢无记载。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呢？北检是来回应讲，相关的争议会依法申请调查。检验人员入去郭文泰因兜，因为郭文泰牵涉到金华城的弊案，检方进行搜索，查考郭文泰的随身碟，变成法庭攻防的焦点。暂停，安静。徛在被搜索的时，看起来还真乐观。因为今仔日郭文泰头一摆出庭，讲话真冲，尤其针对伊。法官、检察官、我们学长姐哈，还有一些律师同道哈。郭文泰讲，北检的检察官林俊彦精神中有对伊威胁霸凌。伊讲林俊彦有甲讲随身碟有本案影片，若是无要认罪，就交法院去公开。安尼对伊恐惊无啥好。郭文泰甲因讲，伊当作是关伤久，头壳无清楚，加在单背期加到真严，无可能有即款物件。针对这点，北检嘛定性讲有具体的惯证，而且问的过程中有录音录影，辩护人嘛在场，会当提供来检验。经过了解，检调进程，敢若伫郭文泰的随身碟找到部分甲郭文泰无关的清凉影像，因为甲这案情无关系。听讲检方捌问伊，敢要分开注明，避免上告法院，可能是安尼被误解是危险。我们都尊重台北地院的一个审理哈。那至于有些的问题，如果有需要，我想北检会适时的做一个说明澄清。好，谢谢。在攻防过程中，郭文泰阁质疑彭金星甲邵秀培哪有可能认罪？一个彭正生，一个邵秀佩，2个都是由林俊彦检察官在侦讯的时候认罪，而且认罪以前都有2到3个小时的空白，在笔录上面毫无记载。针对这点，北检回应讲，相关的证据，公诉检察官将在公开审理中依法申请调查。检辩双方一人讲一款，未来开庭，郭文泰的安怎应对，会阁成为焦点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